伫咧屏东恒春有国校的老师带规班30个学生伫咧教室内底烘肉，佮关窗仔门抢冷气，第4个的学生出现头晕无力的镜头，送病院治疗，家长是无生命危险。即马教育处嘛要来追究这个老师的责任。救护车驶真紧，要将身体无爽快的学童送去急救。屏东县恒春镇教养国小4年级一个班级，全班教师30人，伫教室内烘肉，因过部分学生亲像欠酸素，先是一个学生通报，后来有4个人出现症状，学校佮赶紧通报送医处理。现场为30人在室内烤肉，那其中有5名的孩童出现头晕以及肢体无力等症状那后续由救护车将5名孩童送往邻近医院救治。老师他们跟孩子私下约要在教室里面用卡式炉，校长这边行政都不知道他们要烤肉，那他们就把教室的靠走廊那边的窗户关起来，2间医院都有老师在照顾了，那这个家长也在那边。不过，伫学校安怎会欠酸素？原来是教师带全班的学生伫教室使用卡式炉烘肉，因为关窗开冷气通风无好，造成室内一氧化碳浓度提悬。5个学生陆续出现头晕吐、脚手无力，送医了后无大碍。不过有4个人由院伫病院观察，因为代志发生现场，除了导师，还有1名教师也在场无阻止。学校已经通报关府教育处追究相关责任。要求学校全面检讨活动安全流程，那也加强学校师生一氧化碳中毒防范以及紧急应变的措施，相关人员是否有责任？那如果查证属实的话，就依相关的规定去做究责。关府也派督学到学校调查，要求学校厘清事故的原因，佮提交报告，未来会严格监督校内活动安全。学校表示会审慎检讨、检视安全规范，确保学生健康佮安全无顾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